转贴甲辰年农历10月13、14日，粤港妈祖南巡萨六庄，新营茄东角代江公庙。甲辰年谢公院祭典祭公祝代天巡狩游王公圣诞千秋。10月13日晚间8点，在庙城开箱谢公院敬拜玉皇上帝、三官大帝、南北斗星君、三界高真的藏王菩萨。10月14日下午1点，在庙口奉香恭迎代天巡狩降临茄东角庄赐福平安。新营茄东角大将公庙定于乙巳年农历3月初7、3月初8日恭祝主神大将金陵王爷圣诞千秋举行出巡、有功参礼及赐福平安绕境活动，敬请各界十方信众踊跃参加绕境，并敦请信众赞助活动经费供募神恩。新营茄东角为粤港三妈境，其中茄东角又以正安殿与大将公庙2座庙宇为主。2012年壬辰年，茄东角大将公庙重建落成12斜线24子时入伙安坐，并举行安米龙仪式。早上7点进行庄内绕境，中午庙圃大拜拜。当时恭请进主粤港护庇宫角头三妈天上圣母副驾銮驾，南昆生代天府开基礼府千岁圣驾参与入伙安坐科仪。